好，来继续来看，台中有民众赛车，甲对方超车，安尼袂得，对方开始来辱车、逼车，甚至举枪出来恐吓。这个民众竟是一路闯红灯来夺命。警方接到报案，快速赶到现场，甲这个逼车的男子甲包围，结果伊是车弹的，拼性命走。警察伫个车顶敲出着改造的手枪、海洛因、安非他命甲松弛烟弹，马上申请拘票加拘提到案，尾也是以5万块来交保。他拿枪指我了，快点！民众赛车伫台中雾峰市区一直弄红灯，因为这个白色轿车一直甲因辱，而且佫逼车，同时佫举枪出来甲因恐吓。好病哦！不要理他，转，要转啊！我知道，我要怕撞到人。被逼车民众甲这个女乘客惊一个赶紧驶入去大楼地下停车场，警方出动去抓人，找到白色轿车。逼车驾驶驶入去一间租车行了后，车放来做伊走。对于驶入来第二台车，嘛是伊共党的员警落车请举出来，先控制第二台车驾驶甲乘客出来入去租车行。发现逼车线索的主嫌员警走过了后，将大门塞倒去，掩过主嫌熟悉地形，互伊为后门走去。过2天，警方才将伊抓到，并且伫伊的车顶敲出改造的底枪，也有毒品、海洛因、安非他命加送气烟弹。本案共计查获改造手枪1支、子弹14发、毒品咖啡包11包、海洛因毒品2.97公克、依托米纸烟弹等相关物证。警方有敲到枪，唔敢大意，送验了发现讲这是有杀伤力改造的底枪，已经犯着枪炮管制条例要毒品的防治法。啊，这线索的主嫌，敢若因为被害人赛车甲超车尔，都唔愿，沿路一直加入，佮举枪出来讲危险，所以讲嘛犯着恐吓罪被移送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